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放摇花唱歌，着放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酬劳。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是咱要请敬拜团带咱去做伙来学好上。感谢主，在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以主为乐，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再次，我们要一起敬拜、称赞、呼求主。无论在最上面，在声音，我们都要谁在他手里？是耶稣，谁在他？
是咱今日回应诗歌，咱通伫休息的时，每一摆的思想，总是安怎教导咱的弟兄，用你的家庭对咱的美好，好早为你伊的地方。愿你的名，愿你的名是，你的国。
啥物？也是伊的性命，我的性命。你的性命敢无较大伫伊娘？你的结果敢无较大伫伊像嘛？试看天中的花鸟，无种作，无修行，无种子而千生。恁的天父也在是因。恁减无比也会为伊嘛？恁什么人会用话路，互性命较长一撇久？假使伊着伊像话路啊，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你无像我放弃。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较好的时，你所前的无通就会水。打山里的草，今仔日离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无你小心人。所以无你挂如讲，阮要食什物，要啉什物，要穿什物。因为你的天父知遮个是所欠用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个你无好意。所以无你为着明仔日挂如。因为你的明仔日的全家挂如。请咱坐下。一个艰苦一照料。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万权的上帝啊，你也是疼阮的上帝。主，阮知阮是充满罪性的罪人，阮原本是无份这个恩典，因为你丰盛的慈爱甲疼痛，互阮有机会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阮愿意认阮的罪，也愿意伫你的面前求你赐落悔改的力量，帮助阮，互阮会当用圣洁无瑕疵的信心，伫今仔日早起来服侍你。主啊，阮是何等恩典的人，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互阮知你是真是疼阮的，也恳求你帮助阮延续这种圣洁的沟通。互阮伫生活中充满快乐来为你做见证。阮会中有身体欠安，也是心情软弱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医治的灵甲因医治，互因因为你的救恩甲怜悯来得到医治。是阮的主啊，阮愿意将阮本身完完全全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垂听信心引带，保守。互阮伫礼拜中得到丰盛的恩典，互阮伫所有的事工的顶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荣耀你的名。我也恳求主你守事保护，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伫你的恩典中不断向你的旨意来迈进，伫社区、伫城市，也是伫即个国家，会当成做光，成做盐，来荣耀你的名。是阮的主啊，即个礼拜中，阮台湾拄着真大的风灾，有侪的所在受着灾害，求主你亲自怜悯，互阮会当赶紧重建阮的环境，也互阮的人民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恳求主你帮助阮，互台湾得到平安，有真实的公义甲和平伫即个土地顶面，也互你台湾的正教会伫服侍你的过程当中，会当充满见证，充满快乐。主啊，阮将遮个仰望交代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赐福，将一切荣光、福乐拢归乎三位一体的上帝。阮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这是咱咧请敬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信我爱。
咱要来讲读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读的这段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3节。今仔日我要邀请大家甲我3角来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安尼讲。所以恁着安尼祈祷，愿你的天父换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今仔日同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叫阮看你的歹的，你的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的，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请蔡长老来甲咱分享。今仔日的题目是主祷文同心祈祷。听这边啊？你哋讲，主祷文我前主义迄个读到水啊，主祷文我会晓倒背，吼。当时咱今日搁来随便主祷文的意思。弟兄，看你对美国大学足欢喜，咱弟兄倒来吼，是讲要探访会友，结果车当第4个，是第5个。讲4个弟兄后边搭互你去吼，歹势甲你赶落啊。总是不否认有一个人心。伊伫美国倒来，第一项代志就讲要去教主，要做教主的事工。感谢主，这是咱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咱讲主祷文，咱写教会当时祈祷，咱讲每一人9点，有可能讲我9点袂有，要紧你10点，你提前。咱为啥物祈祷？咱用主祷文的精神来做祈祷。咱每一个人。咧祈祷的时阵，就受着别人我自正，比如咱内底的事项，伊就条件遐，伊即摆去做电疗呢，讲要紧吼，要去30遍电疗，迄是，咱希望上帝方有这细心嘛，加三角地地，当时祈祷力量是大，咱为着信奉兄，启神吼，咧治疗，伊拢做手术好势啊，即摆咧化疗，蔡文这。就是咱即摆，迄个有，迄个进遐有去做复健无？对不对？去做复健啊？可能你也有看伊的复健，早2星期，引起咱的迄个访问向咱遮个长老带去看迄个千米这时阵，看着精神还佫算袂歹吼，伫遐。我顶礼拜我咧讲，我去到因兜，去看着迄个相片是我无去去到看着迄个相片后壁迄个是，其实我就感觉讲，即个家庭是上帝所祝福。代代无尽，上帝所祝福。咱要为着家己，咱为着咱亲人。我无啦，我拢袂去阮兜，阮囝、阮后生一个去中山大学，一个对我逐日嘛替祈祷。你真正出伫心要祈祷，还是念这上祈祷，这某某人祈祷上帝祝福。咱的心最重要的，然后咱安静来听上帝甲咱讲啥物。对啊，咱用主祷文来做。咱祈祷伫主祷文的中间，知道上帝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什么事情。你会背主祷文吗？你们都不会嘛？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因为台语的，对不对？国语来一次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神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羞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上帝的。我们在世人生短短的几年。我们只要祷告，我们说所有的祷告，我们都很会主祷文，我从小就会背。我们看旧约里面有好多的例子的祷告，我们差不多上个月前，我们讲那个列王记的时候，讲到西西家，以赛亚去跟他讲说，上帝叫你写遗言了啦，写遗嘱了啦，你14年了，14年丰功伟业，上帝祝福西西家。在他的国度非常的兴盛，他做的每件事情，上帝很祝福他。14年了，
上帝说你的岁数已经到了，你准备写遗嘱了。心想跪在墙边，痛哭流涕，出于他的内心，真正的上帝讲：上帝啊，再给我生命哦！上帝哦，再给我生命哦！非常痛哭流涕。上帝听到他的祷告，叫以赛亚去跟西家讲说：你痛哭流涕祷告的声音，上帝听到了，再给你15年。啊，早知道不给他那15年，这15年呢，反正我赚到15年，开始什么？我个人的丰功伟业。你看我战争胜利，得到这么多的东西，连巴比伦的使者来，我开放仓库给他看，骄傲自大，下场凄凉。所以我们的祷告，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祷告，摩西跟上帝可以直接对谈。回到西奈山的时候，跟上帝直接讲话。我们很多的祷告，当你礼的时候，要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你每天3次对着圣殿祷告。我们现在祷告有很多慢慢的，本来跟上帝的沟通，是用心理的跟上帝沟通，用心底跟上帝的沟通。你祈祷基本的定义，你讲你用心跟上帝三个祈祷，祈祷是对你的心的，用你的心呢。我听到唐建兄在教兵文的时候，那天说真的，我就跪下来，我心里好难过。当然你说，上帝我们的寿命，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上帝希望他走，那你有什么好难过？我当然难过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我都非常珍惜，保重你的生命。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珍贵。你们要爱惜你的生命。那我就能够是上帝啊，上帝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你救他吧。上帝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有9点5的祷告。祷告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出于内心的祷告，记住哈，是出于内心的祷告，上帝会听呢，不是那种形式的祷告。我们很多祷告已经变成形式化了。比如说，在回教里面的祷告，回教本来也是很虔诚，1天5次的祷告，对着麦加祷告，铺个地毯，洗手、洗脚、洁净，然后对着麦加5次的祷告，匍匐在地，很虔诚的祷告。到最后变成形式化了，有的对着祭坛，我为了让祷告得到上帝的应允，在祭坛一直绕到倒下去，他说上帝会听，因为你真的认真祷告。我们有看到那个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他们在哪里祷告？在哭墙。如果你到以色列，你会看到哭墙有一排的人，然后他写他的心愿，就用一个纸条就塞在哭墙里面。我在哭墙的祷告，上帝就会听。慢慢祷告变成形式化，所以上帝公你慢，你不要用重复的，所有的重复的词，就是说你不要是每次祷告好像在应付一样。上帝啊，我今天祷告跟昨天都一样，阿门。应付上帝。我们祷告是出于内心，真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真的出于内心的祷告，才是真正的祷告。所以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主思考主祷文。我还跟昨天跟田长老讲说，我给他讲朱德文，朱德文大家都很熟。昨天我们去参加一场婚礼。那是刘祖金牧师来，是我们摩子金是复兴堂的牧师哦，他们教会大概有超过1000人。然后我在想说，这个婚礼，那我就写一个，我几乎没有这样做，我就写一个很美丽的祷告词。我写了一张很美丽的祷告词，我说既然这样子，刘子俊牧师来证婚，那我就写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词。我都想说，祷告词之后，我突然发现到说，等我练完之后。一电我们就跟我讲说，蔡长老，你今天祷告非常美丽耶，词藻很动人呢，我很感动。这样好吗？真好吗？我不是说祷告不能写祷告词啊，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将荣耀归于我个人？所以我就把它收起来，我就上去祷告，圣灵给我的感动，我祷告。所以他阿嬷那个曹杰子长老就跟我说，你今天祷告，出于内心祷告，他很感动。我是希望
上帝的祷告，让你真的出于内心祷告，而不是一篇美丽的词藻。这个词藻可能也是你用心所写的，但是你要用内心的祷告。就像我们现在敬拜团都在训练乐器训练、歌唱的训练，那个训练除了你把每首歌唱得很好之外，更重要是什么？你是真的是敬拜上帝的心在做训练。训练是为了敬拜上帝而唱敬拜团，而不是因为我的歌声很美在唱敬拜团。我出于敬拜上帝的心，我来参加敬拜团。你的每一个声音，上帝都喜欢。所以你要记住，敬拜团是每个声音都是为上帝而敬拜，不是为你个人而敬拜。所以等有一天，耶稣遇到你，到天堂，遇到你，元师姐啊，你会不会主导文？会不会？会哦。好，最近哦，主导文哦。主导文第一句是什么？可以问他哦，你懂不懂主导文？我当然懂啊，主导文。主导文得定了，从小背到大，自己都背啊嘛，对不？主导文倒背，其实我们说倒背如流，其实夸张了。主导文对倒背的，请你举手给我看，我就不相信你会倒背。从后面背上来，你会的人我就不相信。随便你要出来，我们都讲到说倒背如流，这是一个形容词。倒背如流，主导真的会背，从小就会背，从小妈妈就抱着我们在胸前，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在用主导文。有时候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用主导文，大家一起来祷告，大家跟着在你今天背完那边，会不会背？会背呀，真的会背呀。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天主微笑的万体纪念碑，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念到我们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万体纪念碑我念两节，你过了。你念到我们的时候，它有万，你会想到说，你这个教会现在每一个人，你要互相看看，来，或者左右看看，你看看，都是你的兄弟姐妹。老弟兄都没了，还有个老辈啦，那也是主内的兄弟姐妹。每个人你真的是要祷告，我的天呢，背那个关，我们。要真的知道说，我真的是祝你平安，我真的为你祷告，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我真的跟你是同家庭大家族的人。黄永安先生，不是讲你请我吃挂包那个三餐吗？正好吃，我对他特别好。我只是说，永芳兄是我的兄弟，就是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我们在念我们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心。我你听见背完那两写，这个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法利赛人跟一个那个抽奖的听众抽税的那个税吏。法利赛人以前的犹太人是9点祷告一次，下午3点祷告一次，他就趁着下午3点在日头的中央，走啊！我都为你，我每天都祷告3次啊，我每个礼拜都禁食啊，我都奉献1/10啊，所有的人都听到我，知道我是很虔诚的人，有用吗？你看那个税吏有用呢？赦免我是真的不配祷告。上帝听谁的祷告？听那个法利赛人吗？还是听那个税吏？上帝听的是法利赛人也好，税吏也好，从内心出来的祷告。今天你祷告我的事业，上帝啊，你要祝我的事业非常成功。你说上帝，我将权柄交在你的手上，我出于内心。我的事业，求主你保守，求主你眷顾，出于内心。所以你不要这个祷告文看得好像很简单，为什么主耶稣要教我们祷告？你说这个祷告有什么好难？祷告很简单，祷告就像什么？你会不会游泳？我教你们游泳哈。所以游泳，如果你游自由式，等你手滑上去，头抬上来的时候，那一口你就呼吸，然后沉下去，你就再划第2手。如果你蛙式的时候，手头呼上来，你就呼着气就下去，你可以游很远，对不对？对哈、那你都会游泳了哦。
都游泳了嘛，没问题啊。你这样滑上来就呼吸，那就沉下去就继续游。你要踢足球，足球很简单嘛，一个球在你的旁边你就踢下去。像我们今天有足球队员来，你叫他们踢足球，足球很简单嘛，一颗球你脚一踢，会不会踢足球？会吧？哦，大家都会嘛。游泳没问题呀、打棒球来就棒子一挥，那就打棒球啊。怎么不会呢？奇怪，那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不会。训练，什么叫训练？要训练到你真的是符合它的定义，你真的是符合游泳，你要那个节奏，你要掌握它那个节奏。所以祷告要掌握上帝，主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祷告？要掌握它的节奏。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要掌握它的节奏。当然，你练到第二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两个万里踢你的杯。你祷告很容易，其实我们能练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简单，就业不能练我们在天上的父哎。因为就业世界里面讲什么？唔通让3,500耀华你上帝名，不能称呼，不能随便称呼上帝的名，所以他根本不敢讲上帝的名。耶和华上帝不敢讲，那结果就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是我们的。在犹太人看起来觉得说你是亵渎上帝，可是耶稣没有啊，耶稣施加了宝血，让我们跟上帝够合啊。所以那你踢你的杯啊，我们练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随时跟神保持很亲密的关系，你有吗？你有跟神保持很亲密的关系吗？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是认为神可以行大能，神会在他身上做大事，有吗？所以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你要想到你的弟兄姐妹，天上的父，你要想到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跟你是有亲密的关系。当你念到愿人拢尊你的名最显，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时候，你有想到你有过圣洁的生活吗？你有过光明的生活吗？还是你每天都在灰暗中？生活好累，好痛苦，偷偷去做些什么事情好了？这样比较轻松，这样比较容易。你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生活很容易迷失自己。过圣洁生活是不容易的事情。过圣洁生活，你在过圣洁的生活，你怎么去节制你自己？有在这哦，有没有节制自己？有没有每一个行为的时候都觉得是神所喜欢的？那么，如果你把它变成你自然的话，很自然的节制自己的话，你就会过着圣洁的生活。这种圣洁的生活是你所需要的。当你练到列国领导，你的国在你。上帝的国是地上如同在天上。你有没有将你的家庭当作上帝的国呢？你有没有将你的家庭当作上帝的国？你在家庭里面做礼拜的时候，大家都好虔诚。你看我这个人像不像很虔诚？然后不要觉得，一个叫做那个10点10分10点10分还有一个是6点15分，6点15啊，7点20分，7点19分，7点25分，就是今日做的物件较歹食，今煮东西好好吃哦。对呀，我记得讲了嘛。你是用煮了，不用煮了，你会不会煮饭了？真的你天天煮的饭好不好吃？我们知道，永远的你的国临到，你要实践你的天上的国度在哪里？在家里呀。我经常不是讲那个例子吗？一个媳妇嫁到一个婆婆家，婆婆第一天她煮的稀饭，婆婆说好好吃哦。结果她吃一个，怎么那么咸？她那个糖放太多了，那盐放的太多。第二天
那媳妇哇，你今天煮的媳妇更好吃，糖放太多了，盐看成糖，可是媳妇都很好吃，反正是我媳妇煮的东西都很好吃，会不会？许爸爸，许妈妈煮的东西好吃吗？哦，你看，他爸爸是这样，他讲这样。我们每个要有真美的心呢，我们要生在天上的国家，我们的家庭就是在天上的国家。当你的业绩的家比对你心里听，你就是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也就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们经常祷告是教上帝怎么做，而不是说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都有他更美好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思想。上帝所说所想的是超过我们的，可是我们经常忘掉，有我们比上帝更伟大。上帝啊，你要怎么样？1、2、3、4、5、6、7、8、9。上帝的旨意，我们要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祷告得成，祷告有成就，是因为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希望你来教会，上帝旨意希望有一天你跟你的儿女们，你们全家在天国团聚。可是没关系，我在世上我还要玩好久。谁能把握你的生命能活到明天？我讲话是实在哦，这个讲话有点毒哦。谁能把握你能活到明天？谁能把握你活到现在这一刻？我们的生命可能神掌握的很久很久，可能神掌握的很短暂。就像每次我讲到老郑长老娘，我讲到姚崇全长老，我的心就为他们真的是祷告，让身更强壮。因为我很喜欢说，到我走的那一刻，我都还看得到他们。我希望我走的那一刻都还看得到你们，好吗？阿妹。阿妹。你们不要阿妹讲的那个好心虚哎。我希望我在的每一刻都看得到你们，阿妹。真的要有信心呐，争取我们的生命呐。我们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人的心，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我们心里才有点难过嘞。当时主耶稣那个过升天之后50年，我们基督人数已经达到30% 嘞。结果现在统计的结果，今年最近统计的结果，发现到我们基督徒的人数降了26%，我们基督徒人数现在只有26%，降了32万人。现在基督徒比以前更少呢。福音广传，结果人数更少。那就在美国可能有感受到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做礼拜的人数多不多？不多哎。有理论上来讲，美国应该是每个礼拜天满满的教都是人，有没有？没有，中央公园满满的都是人啊。所以我们慢慢要想到说，那个福音协会告诉我们说，从 COVID-19 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很大了。所以有人想说，我们开始来线上礼拜，线上是礼拜吗？如果那些身体真的不行，没办法到教会来线上礼拜，我觉得那是神的旨意。可是如果你都能够到教会来礼拜，能够到圣殿里朝见上帝，我们说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礼拜都不来，没关系，我看好几台，我看Good TV，我看哪一台，我可以看了好几台，我连直播都看好几台。我一天做礼拜做了10几场，好厉害！我说做10几场，我每台都转着看。这个不是讲的比较好，这是讲不好的，我看别台，我每次礼拜都看1、20台，这是做礼拜吗？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你就干脆看那个连续剧也比较好看我们不是连续剧，我们是真的是在做礼拜，所以但是 COVID-19 的时候，很多信徒是礼拜时间到都直播而已啊。我们这教只有4个人直播他也是一样，穿着正装，整个穿西装打领带，健健坐着4点一到，他就上礼拜了，那叫做礼拜，真正心理上的礼拜。我们今天日期。今天的修所万，我们今天的饮食赏赐给我们，这个讲是什么？
就我们那个满足啊，因为首先求，原来我们的那个节目有讲，首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就这个些都给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可是我们经常讲，今天咱有趁钱无？有啊，有咱就钱了，我上帝啊，无够啦，趁家的，就像我们赚了老半天，从7年前买房子买到现在，房子又涨1倍了，我们那个房子一辈子都追不上那个房子。可是我们满足了，我最近有宿舍啊，我宿舍虽然比我想象中的小，我本来以为宿舍很大，原来只有30平，连东西都不没有地方摆。可是有地方住很多人还是没有地方住日用的饮食今日给我们，我们能不能满足？人永远不满足，永远缺少一件事情。那较早知早知道，那较早知的好，这是股票大起，较早知的咱买迄支就好。较早知早知道，你赚了一大堆钱，早知道你赚了好几10亿、好几百亿，早知道。然后呢，就像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双手双脚放在那棺材外面，空空的来，空空的去。我们今日饮食，你有没有将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财物放在口袋？我想你们没有，可是当官吏的有没有？什么叫贪污？有没有？为什么？不是你的东西就不应该拿嘛？下面我的国父是我下面各位人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债。国父我们那个国父台语国父那个国语翻成债，也就赦免我们什么？我们有一个饶恕人的心呢。就像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如果你跟任何的兄弟姐妹有嫌隙的话，要先做一件什么事情？去跟他求求他谅解，去和解。我们要饶恕人呢。饶恕几次？7次的7次，497次，那491次要不要饶恕？491次就把他打下去了，所以就饶恕490次。所以的饶恕就是有人，然后你说那这不对，我们永远被欺负。罗马书13章19节讲啊，不要自己生焉，生在神，神必报应。让神去伸冤，而不是你自己伸冤。你发现你自己在伸冤弄得满头包，四处碰壁。我经常被污蔑，经常报纸，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只要你打蔡宗义，负面新闻一大堆啊，那而且都会把我那个最丑的照，不晓得，因为我觉得因为我都没有戴眼镜，我眼睛都比较小，然后所以很自然都是最丑的照片都会出来。所以我要知道，在练道不要带我们日语，无去传去底气，不要让我们受到试探。我们会受到试探，耶稣都受到4天里面在山上都受到魔鬼的3次的试探，我们会受到试探，有，可是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免于试探。上帝会不会试探？有，上帝会讲说，我给你们的试炼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但是我们尽量说让上帝不要让我们受到试探，尤其我们官越当越大，受的试探越来越多。你看到最后这段时间，现在一直在抓什么？抓贪污。所以我们都在开玩笑，当任何民意代表，当市长、县市长，尤其县市长啊，当总统，第1届都非常好，第2届都要很小心。那第2届反正不能认的嘛，那什么都来，不好我们不要免于试探，因为经常试探都会在你的面前，权力的试探、金钱的试探都会有，功名利禄的试探都会有。那个有地方他里的派我觉得这句很重要我们今天祈求上帝让我们脱离凶恶，地方他里的派让我们脱离凶恶。其实我们所处的，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非常的有凶恶尤其我看到这些学生们，学生很可怜我们那个时代就一本科技本，反正你考大学10%，我们的时代10%，听说以后慢慢增加，10%，反正我考不上大学，我做别的，大家都有工作，而且不会计较工作。现在考大学很容易有一次8分就考上，我不是说我的那个弟弟的女儿，美国人考27分，他全部写第27，所以考8分不简单要把会的写不会。可是相对的，
学生的时代很多今年的课纲是这个106年课纲，这个107年，这个108年，这个109年，这个母萨萨，这个课纲一大堆，所以又加上我们监察院，我经常觉得我们监察院是在捣乱的，监察在调在批评人家课纲，结果你课纲要改，教育听到就改，监不听就改，我们有29个阶段，每个讲一句你教育课纲改不完，改课纲谁倒霉？学生倒霉啊！学生倒霉啊！永远的课纲一大堆啊，这个要加上这个，也要加上这个。最近我们说要加上食疗，因为日本20年前就教学生每天要有5种菜色，所以他从幼儿园回去就跟妈妈讲，妈妈你煮菜有5种菜色，所以日本人长得比我们还高。以前日本就窝厚很矮，现在长得比我们高，他营养很均衡。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们应该去教育部建立一个食疗法，让我们从小的教育里面就有营养师教导大家吃的食物要均衡，不要一天到晚要吃麦当劳啦。就像我们家小儿子，我们现在今天吃麦当劳，好高兴，高兴，没办法。可是他们在订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学生会不会好可怜？食疗我也要订，这个也要订，那个也要订，然后我们有16组原住民语言也要学，我们特别去阿里山看他们原住民的语言，原住民的实验教育要学原住民。我看如果到中国大陆更多我100个原住民，我看你每天学的都疯掉了。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单纯化呢？我们要求我们脱离的那些恶者，我们真的是希望上帝叫我们脱离恶者，我们能够很单纯、很简单学习，让我们念到因为国欢迎因公拢是你有说，因为国度、权柄、荣光都归于上帝。你有没有真的这样做呢？任何的一件事情都归于上帝呢？当我写完祷告诗之后，我发现这是非常一篇美丽的祷告诗，谁要借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太努力了，会不会抢夺上帝的荣耀？常常老年的祷告好美哦，为什么好美？为什么我的祷告你没有感动呢？不是神的感动你，而是因为我的祷告太美了。我们都追求那种美，可是我们就追求从心里上真实的感动。所以念到代代地，叫做直到永远。你希望是直到永远吗？还是希望说我这一代好就好？我们不是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一代比一代更好吗？大家讲，咱讲歹得出好顺，那就要大概是好得出好顺。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你长得好漂亮，很像你爸爸，很像你妈妈，你是好得出好顺，不要讲好足出好顺，好得出好顺。说真的，我们现在每一代比一代强。我们看到我们家那小猴子，现在会爬那个单杠，会爬这样扑克，每次都爬一个阶梯，我们家好高兴哦。其实别人看来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又可以爬更远，可是我们很高兴，我们现在一代比一代强，一代比一代强是我们起码的。所以在讲阿门的时候，很简单嘛，阿门，阿门，然后所以说里面讲阿门，你看我们阿门都好简单的讲阿门。阿门是讲什么？我说真的，我出于我内心的祷告，我问心无愧的祷告，求主你接纳。阿门。那么阿门有它的真正的意义啊，是真的很美的事情。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在代求，唯一为自己祷告的只有一次，哪一次？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啊，这个杯，这个杯能够离开我，但是求你的旨意得成。求你的上旨你的旨意得成啊，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念。所以是为自己的祷告只有那一次。上帝有没有成？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其实有也没有啦。没有是因为他真的被钉十字架，有是因为他复活。所以他祷告还是有成啊，只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去成就他的祷告。所以内涵有为神的祷告，有为人的祷告。像神的祷告里面，我们可看得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万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在地上运行，如同在天上。我们再回想，
当我们练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从今天练完主导文之后，你回家之后，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家里都是天国，不是教会是天国。你的每一个场所，你所接触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天国，都是地上的天国。这样我们祷告才有意义啊！否则念主导文是好像在念经一样，在念心经，听说念10遍可以怎么样，念20遍可以怎么样，念30遍可以怎么样，念40遍怎么样？所以每天都在练心经，练心经，练。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要向人的祷告，我们所有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会满足吗？我们能不能学习满足？我们要学习，我太太有一个同学叫赖满足，也是我们教会的人，所以我天天讲说你有满足吗？他说不满足啦，我们真的都不满足，我们真的要满足，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债，我们有饶恕的心吗？我们真的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要叫我们脱离羞愧。你希望我们的试探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有3个愿望，愿人都尊主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礼拜的人数如此增加。因为刘牧师在讲话的时候，刘牧师说他们教会上千人了，还有到澳洲去，他们有细胞小组，所以当初来中心我们细胞小组，可是我发觉到这些细胞小组的心态是那些中老年人慢慢不受重视，没关系，我们教人多就好，年轻人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这样对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熔炉式的教会，有年轻有老人一代一代。我们接着真的是希望我们是温馨的教会，愿你的名为圣。我们希望你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得到真正的福气。我们求我们能够每天都满足的喜乐，我们求我们学习互相的饶恕。我们会得罪人，但是我们学习的是饶恕。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不相信每个人都很刚强。我们希望我们真的依靠上帝来脱离我们的羞辱，因为时间关系，容许我做最后的结束。亚伯拉罕在纽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癌症医生叫做亚伯拉罕，他非常的有名，大小的癌症，非常困难的癌症，他都有办法治疗，举世闻名。所以他们在纽约要为亚伯拉罕医生颁一个特别的成就奖。刚好亚伯拉罕医生在一个小乡镇里面度假，坐飞机很快1个小时就回到纽约，所以他就想说我第2天，他们要颁奖的时候我再过去。那天早上他去订飞机的时候，发现狂风暴雨啊，说狂暴雨啊。我们下半年度唯一的年假是台风假，对不对？可是这是台风来，你有没有感受到？真的是台风来。我们那个小组说，爸爸怎么有？第2天啊，我们监察院最大的那棵树就倒下来，在路上啊，全部都好多路树都倒，台风很大。他们要走的时候很大，他去机场说我们飞机没办法开啊，因为我们飞机是小飞机呀，什么时候会开？他说要24小时以后，24小时我们要颁奖了嘞，怎么办？他说你可以去租车，自己开去，趁风雨不大，赶快开去。所以他去租车，算一算大概30个小时可以赶到纽约。他租了车，再开始开到一半，哇，狂风暴雨呀，到那边四处无人烟。怎么办？车子停也不是，不停也不是。开了1天之后，好饿又好累。晚上突然看远远的地方有个灯光，哇，那个灯光，看到有个灯光就是有人家嘛，就赶快开过去，一直开。有房子那么破烂，结果那个不是灯光，是点蜡烛的。可是实在是太饿了，又没办法，就把车子停着敲门。有一个很美丽的，算是小姐，穿头发上就是很美丽的妇人出来。先生，对不起哦，我开车到这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我找不到这个，我又好饿，我又没地方睡，这里没有啦，这里没有旅馆，你来我们家睡，你来我们家睡。我们家很不好意思，我们家只有这个面包都很粗陋的面包。有的吃掉，有的吃不掉，谢谢，我一定会给你钱啊。
不必，这个不值钱，这个不值钱。好了，亚伯兰在吃的时候，他就说：先生，我们吃之前能不能先做个祷告？亚伯兰说：我这辈子，我是犹太人，我们都被纳粹抓走了，上帝根本不喜欢我们犹太人呢，所以他不信上帝。我是这么有名的医生，我有的是钱，他从来跟上流社会的交往，根本看不起下层的人。可是没办法啊，到这个地方啊，没有地方啊，所以他在那里，他在心里想，本来觉得说，我这辈子叫我吃这种粗面包啊，那真的是侮辱我。可是实在是肚子太饿了，人一饿的话，什么东西都好吃。哎呦，真的好吃。我从来不祷告。哎，亚伯拉，你不信上帝哦？信个鬼呀、为什么信上帝？上帝给我什么？我今天我辛辛苦苦，我爸爸妈妈都死掉，我自己一个人用奖学金念完医学院的，我今天的成就完全靠自己。对不起，那我先祷告完，你先吃。祷告完之后，他没有吃要不然你在那吃的时候，看他赶快到旁边婴儿船，为了婴儿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到哭哦，一直祷告上帝啊，求你真的在救我的 baby 啊，求你真的要救我的 baby， 求上帝，我知道，虽然你的咽气我还没听到，但是你会救我的 baby 呀、你会救我的 baby， 你会救我的 baby。后来你在听说，你看那个婴儿，哎呦，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个婴儿好像病得很重啊。一边吃面包，看他祷告完站起来就问他说：“这个 baby 怎么了？”他说：“小时这么小就在去就医说得到癌症，我们这边医生说没办法治疗。你教会很多人跟我讲，唯一的希望是纽约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医师，他是癌症的权威，他才有办法治疗。我没有钱到纽约，而何况那个地方一定很多钱，所以我就跪在上帝祷告，求上帝你带亚伯拉罕医生来我们家，帮他治病。那时候愣住了，你说什么？我就祷告，请亚伯拉罕医生来我们家，帮我的 baby 治病。上帝会听你祷告吗？会呀、你知道亚伯拉罕医生是谁吗？知道啊，世界上最有名的癌症医生啊。我没有钱啊，很贵啊，我也没钱去纽约啊，所以我就祷告上帝让亚伯拉罕医生来啊。我就开始痛苦，上帝啊！原来我遇到这么大的风雨，遇到这么大的阻碍，是要带我到这里来看这个小孩。跪下来，我就是亚伯拉罕医生。你是亚伯拉罕医生吗？是。感谢主，终于带亚伯拉罕医生来了。亚伯拉罕医生说：“我这里没有名气，没办法。明天天气比较好，我不要去演讲了，演讲那个不重要，小孩子等天气好了，第二天赶快再到车上来，就开到纽约去，帮他做最好的治疗。然后他看到的是他的妈妈跪在手术室外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亚伯拉罕医生开门，小孩子得到医治了，你放心，我相信上帝，要相信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会让你得救，要相信祷告的力量出于内心，而不是说开菜单给上帝们这样。好，我们在天，我们感谢你，你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以神为中心，对人的祈求，我们用谦卑的心、饶恕的心来在你面前祷告。求你让我们用内心真正的让我们是一家人，用一家人的祷告，彼此互相的代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用主祷文这首歌来应答上帝，对咱的听，请咱起立。
你的
在。我主要所记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人，小伫地上拢今日参到天地，互你一世人永远伫上帝祝福下面，得着上帝恩典某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止。阿门。阿门。今年是厉害。我大概这个音乐版哈，36章到44章哈，36章大概在最后哈，这个耶利米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在讲耶利米最后几个王，然后呢犹大这个国家要灭亡，那就要灭亡以前，先知有一直跟他们讲说为什么会灭亡，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正直的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不怜悯穷苦人跟孤儿寡妇，连那个神所跟他们讲的，一定要守安息年，那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讲。上个礼拜我也讲了，神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在你们当中寄居的那一些出外人，还有孤儿寡妇，他们稍微呼喊，稍微比如羞夸，你们如果恶待他们，他们稍微呼喊我的时候，我就兴起刀剑，杀死你们
让你的妻子成为寡妇，啊，儿女呢成为孤儿，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他是特别讲，他特别一直在强调这一句话，在小先知书里面大概都在记载这样，但是还是一样他们都讲说我们有侍奉有敬拜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的，神一定不会把我们的国家灭亡，但最后就没有了，最后没有所以到36章的时候特别在讲，36章特别在讲那个耶亚敬王，耶亚敬王的时候，他就耶利米就写了叫那个巴录他叫他的书记写了把那些把他神跟他讲的话全部记起来，记起来以后呢，念给那些人听，就是到王宫里面念给那些王公贵族听了以后非常紧张说应该念给王听念给耶亚敬王，结果去念给耶亚敬王听的时候，耶亚敬王就用刀子把那一卷书把它划破了以后，然后把它丢在锅里面烧掉了。烧掉了以后，这个耶利米又重新叫巴录说重新再写，然后讲说耶亚敬以后你的后裔就没有人会做这个王座了，会做这个宝座了。其实神的应许说大卫的后裔一定会做王，但是这一次呢，神跟耶利米讲说他不会了。耶亚敬后来就被抓到巴比伦去了，耶亚敬就用铜链守住，被抓到巴比伦去。耶亚敬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耶亚金即位，耶亚金即位以后不到3个月，巴比伦就来攻了，就把耶亚金抓到那个巴比伦去了。但是应该是后面有讲，后来巴比伦王把耶亚金放出来，让他可以跟王一同吃饭，然后还有给他俸禄的，后来耶亚金是有这样的我们知道再来接着就是西底家，那个巴比伦王就设立西底家为王。那西底家为王的时候，但是他国内有一个问题，国内有一些人支持就是亲埃及的，有一些是亲巴比伦。亲埃及的就跟讲说埃及可以来帮我们攻打，那个巴比伦来攻打我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来抵挡。所以呢，这个西底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样好了到底怎么样好，所以他就后来呢，他就真的请求那个埃及的军队来。埃及的军队来的时候，巴比伦呢就退去了。退去了以后，西底家就问耶利米说：“求你祷告神，看看怎么样？”他祷告神的时候，神跟他讲说：“那个巴比伦还会再来，还会再来。这次来的时候，你干脆就开门迎接他，就投降好了。”那个西底家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这句话，你不要讲，因为讲的时候，说不定人家就革命把我杀掉了，所以叫他不要讲。”他说好。那个耶利米也说那怎么讲呢？说就是来问他，来跟他讲说，不要叫他不要送到那个书记那边去了，这是他们文士那边，怕文士会把那个耶利米杀死，就跟西底家这样讲说，如果有人问的时候，你就这样讲。后来这个就西底家就把那个耶利米放走了，他回到那个他们的故乡的那个叫便雅悯那个亚斯图那个地方的时候，那里的官就把耶利米就抓起来。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又在宣告说巴比伦会来攻打我们，我们一定要赶快投降。那就不得了，所以又把他抓起来。抓起来这一次呢，就把他送回去的时候，把他放在那个枯井里面枯井里面要把他饿死了，因为那时候已经被围了很久了，里面都没有，也没有什么饼了，也没有什么食物了，所以就围他放在那边了。后来也是把他有一个古时人古时就埃及那一边的一个人在那个皇宫里面当太监的那个人，就把他请求说可以把他救起来，救起来就关在那个衙门他那皇宫里面关在那边。关在那边的时候，西底家又请求耶利米来祷告。耶利米说祷告神，7天以后，神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投降，不投降的时候，那个进来的时候投降的时候可以得到生命，不投降的时候一定会被杀。西底家到最后没有投降还是后来被攻破的时候，西底家2个眼睛就被挖掉了。在他的还没有挖掉以前在他面前杀死了他的儿女，然后把王公贵族全部杀了，然后把他眼睛挖掉，抓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去的时候，那个巴比伦就立了那个基大利为省长。基大利为省长的时候，当然里面的所有人都抓走，剩下什么？剩下那个最贫穷的，剩下最贫穷的留在耶路撒冷。那所以后来他们立了基大利的时候，就给那些人说给你土地啊，你有土地这些主人都被抓走了，剩下的贫穷人就土地就全部给你们了，全部给他们。基大利后来又有人，因为还有一些没有被抓去，逃亡到埃及的那一些，逃亡到亚伦的那一些，就回来了，故意说要跟那个基大利吃饭。基大利有人跟他讲，那些人就要回来杀你。他说没有，他们不会来杀我，他们不会。结果回来跟他吃饭的就把基大利杀了。杀了以后那这些人害怕巴比伦了，所以又跑到亚伦去了。亚伦去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被那个约翰人追上的时候，就把他们救回来。救回来，这个约翰人非常害怕。他讲说既然把那个基大利杀的时候，那巴比伦王回来一定会再找我们算账，所以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埃及去这些当中还有那个耶利米，耶利米的时候，所以耶利米跟他们去的时候，耶利米就讲不要去了，留在这边，神会保护我们。他们不相信的。结果巴比伦呢，把亚伦灭亡，把埃及灭亡，所以那些人就被巴比伦抓了，就被杀了。其实我们知道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起来其实蛮难过的。为什么神的子民会这样？其实很重要，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离弃了神，不守安息日。我后来以前在读没有特别注意，后来我抄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他特别讲守安息日是什么？我们说守安息日，它不是神规定的10诫之一吗？就还有一个意义守安息日是什么？是我跟你们立约的。神说守安息日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证据，是神跟我们立约的证据。守安息日也是神跟我们立约的证据。所以他们不守安息日，所以就被抓到巴比伦去70年。70年以后，神又把他们放回来。那个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主宰历史的一个主宰。所以我们想说，被抓的时候想说，70年真的会回来吗？70年到，真的就回来。说70年到的那一天，圣经特别记载。你接着你再读下去的时候，读以斯拉，读那个但以理的时候，他们就会讲了，70年一到那一天呢，那个波斯王就把他们放回来。所以读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神其实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他特别讲说，我跟你们立约你看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立约，因为太阳我令它从东边升起来，它就不会从西边升起来。月亮会升起来。这一些呢，我创造的这些，你看到它，你就知道我跟你们立的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知道后来2战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又复国了。本来以色列也是灭亡，在第3次灭亡的时候，灭亡2000年了。但是神跟他们讲，我还是会把你们招聚回来，招聚到耶路撒冷。所以西安呢要称为公义的山。那个神的话语会从那边发出来，没有错了。现在神的话语从那边也在发出来，发出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我读的时候，最后这几章大概都是在读他们灭亡的经过。谢谢叶长老这个时候我们要请信华队来吟祝福的歌，观众祝福你。
种有